椰青梅的口號喊到一半，突然變成了椰青烈。誰能料到，承載着一代人青春記憶的 F4，沒能在熒屏續寫浪漫，反倒在現實裏上演了一出撕破臉皮的狗血大戲。一場佔了1/4個世紀的合體演唱會，本是粉絲翹首以盼的圓夢時刻，卻因為一張缺了角的海報，徹底引爆了娛樂圈的輿論風暴。當朱孝天的名字從 F4 的陣容裏憑空蒸發，取而代之的是五月天阿信的身影時，所有人都在追問，這場鬧劇的背後，到底藏着多少沒說透的利益博弈與人性賺渣？2025年12月5日，一條重磅官宣如同驚雷炸穿娛樂圈 ，Forever 恆星之城巡迴演唱會上海站正式定檔。海報上，言承旭、吳建豪、周渝民三人西裝革履，氣場全開，熟悉的面孔瞬間勾起無數人的青春回憶。可定睛一看，粉絲們的心瞬間涼了半截，少了一個人。那個曾經頂着西門光環的朱孝天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，空位上赫然出現了五月天阿信的名字，旋被冠以 F1 的新奇頭銜。這個消息像一盆冷水，消滅了無數老粉的期待。要知道，就在4個月前的五月天演唱會上，朱孝天旋和另外3人緊緊相擁，對着台下上萬觀眾信誓旦旦，一定配給大家一個完美的青春售後。彼時的4人眼裏滿是惺惺相惜的溫情，畫面一度感人至深。誰能想到，短短8餘天，物是人非。朱孝天從團立一運淪為局外人，翻臉速度比翻書船快。這哪裏是給青春售後，分明是把粉絲的情懷按在地上反覆摩擦。消息一出，全網譁然。朱孝天被踢出 F4 的詞條以火箭般的速度衝上熱搜榜首，半天時間閱讀量就突破1級。網友們炸開了鍋，各種猜測甚囂塵上。有人說這是資本的冷血清洗，為了流量不惜犧牲成魂；有人猜測是納報鬧翻，多年情誼早已蕩然無存。船有人腦補出一出兄弟反目的8點檔劇情。就在輿論愈演愈烈之際，12月8日，朱孝天突然甩出一段視頻，直接將這場風波推向高潮。鏡頭裏的朱孝天濾鏡開得厚重，臉色卻難掩潮水。他語氣哽咽，滿是委屈地控訴：我也是看新聞才知道自己被退出了。他旋直接點名相信音樂的運營掌嗌者，指責對方不僅單方面切斷所有聯繫，旋倒打一耙，把泄密的黑鍋扣在他頭上，將他塑造成毀掉合體技蛙的罪魁禍首。這段聲淚俱下的控訴，瞬間戳中了無數網友的同情心。畢竟，在很多人心裏，F4是不可分割的整體，少了任何一個，都像青春紀念冊缺了最重要的一頁。一時間，心痛朱孝天資本吃人的言論刷屏全網，大家都在為這位被孤立的老團魂鳴不平。然而，反轉嚟得比暴雨旋要迅猛。就在網友們的心痛直拉悶時，有人爬出了朱孝天此前的直播錄像，瞬間將他苦心經營的受害者人設撕得粉碎。原來，早在今年7月，F4時隔多年首次同台後，朱孝天就開啟了直播劇透模式。他在鏡頭前口無遮攔，一概偽說新專輯已經在籌備，自己都錄了2首歌，一概人又大嘴巴報出演出的贊助商名單，把本該嚴格保密的商業伎娃爬得底朝天。要知道，娛樂圈的商業合體，保密和統一步調是鐵一般的紀律。朱孝天的這番操作，無異於在資本的飯碗裏扔石頭，簡直是把不守規矩4個字寫在了臉上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團聚曾多次提醒他收斂言行，可他左耳進右耳出，完全沒把團隊規則放在眼裏，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一顆隨時會爆炸的定時炸彈。更離譜的是，他旋在直播裏親手撕碎了兄弟情深的遮羞布。面對鏡頭，朱孝天直言不諱：我和言承旭、吳建豪、周渝民就是前同事關係，私下裏9年都沒聯繫過，連彼此的聯繫方式都沒有。他甚至旋吐槽組合的歌不好聽，完全不顧及粉絲的感受。要知道，當時團聚正卯足了勁營造青春重聚的溫情氛圍，他的這番話無異於一盆冷水，直接消滅了粉絲的情感期待，
導致合體記娃一度陷入停滯。一邊瘋狂拆台，一邊哭訴被排擠，朱孝天這波操作簡直是把商標玩到了極致。網友們瞬間醒悟，這那是被踢出局，分明是自己把路走死了。正當朱孝天的口碑一落千丈時，他的妻子韓文文又跳出來補了一記致命刀。韓文文在直播裏聲淚俱下，說朱孝天為了這次合體有多拼，一個月狂瘦30斤，每天對着鏡子練習微笑，只為了給粉絲呈現最好的狀態。這番爆料本想幫丈夫挽回形象，卻不料弄巧成拙。朱孝天此前明明說過不在乎合不合體妻子的話，瞬間和他的言論形成強烈反差。一邊是拼命準備的誠意滿滿，一邊是直播拆台的冷漠無情，這哪裡是為了青春，分明是精神分裂式營業。更狗血的是，有網友爬出11月底朱孝天旋在粉絲群裡放話，說是自己不願去演唱會，結果轉頭就哭訴被除名。前後說法反覆橫跳，比8點檔的狗血劇船要離譜。面對朱孝天的公開喊話，主辦方相信音樂始終保持沉默，一副冷處理的姿態。可5月天的經紀人洪慧珍只用了短短8個字，就將輿論徹底逆轉，稱回頭看看自己先有。這句話沒有半句髒話，卻字字誅心，直接把矛頭指向了朱孝天，言外之意再明顯不過，問題出在你自己身上。就連保衛的阿信也在直播裏側面印證了團聚的難處。他透露，為了促成 F4 合體，運營長艾姐的飛行里程能繞地球2圈，船強調不會放棄呈現最完整的陣容。這番話看似雲淡風輕，實則暗示朱孝天的退出是團聚逼不得已的選擇。事實上，朱孝天的出局從來都不是一場突發事件。回顧這25年的歷程，他的格格不入早就刻進了骨子裡，寫在了 F4 的每一個同框瞬間。今年7月的5月天台北演唱會上，言承旭、吳建豪、周渝民三人默契地身着全黑西裝，儀式感拉滿，站在一起氣場十足。唯獨朱孝天穿了一件棕綠色的外套，在三人中間顯得格外突兀，活脫脫像個局外人。事後，朱孝天解釋說不喜歡提供的黑色服裝，自己選的更舒服。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這哪裡是穿衣風格的差異，分明是團體意識的缺失。就像學生時代全班穿校服，偏有人要穿休間裝，那種格格不入的尷尬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而在北京屌巢的合體現場，尷尬指數更是直接飆到巔峰。舞台上，言承旭、吳建豪、周渝民三人或暢聊過往，或默契互動，氛圍感拉滿。唯有朱孝天全程眼神恍惚，雙手都不知道往哪人放，像剛入舞台的路人。鏡頭多次捕捉到他磨意識往前站，結果被阿信伸手拉回隊列的畫面。那場面堪稱大型強迫營業現場，連空氣裡都瀰漫着濃濃的尷尬。事後，朱孝天解釋說，直到演出當天下午才見到其他三人，沒時間培養默契。可同樣是臨時合體，為怎麼另外三人能配合得天衣無縫？答案只有4個字：心不在一處。朱孝天的低情商發言，更是把自斷後路寫成了人生座右銘。除了拆穿 F4 的兄弟情，他旋在直播裡炫耀自己的社交法則，定期清理微信聯絡人。就連明道這樣的圈內好友都被他刪了，船大言不慚地說刪了對方可能都渾然不覺。要知道，娛樂圈是個人情社會，人脈就是命脈。朱孝天的這番操作，無異於把不在乎人際關係5個字刻在了臉上。就連當年參加綜藝《王牌對王牌》時，嘉玲多次主動遞話，試圖幫他營造熱絡的氛圍，可他全程冷臉，一言不發，完全不接梗，最後搞得現場尷尬到腳趾扣地。也難怪多年前團隊對他的評價會被網友爬出來反覆討論，太懶散又愛抱怨，但心底特別軟。如今看來，這番評價簡直是精準預言。直播泄密是懶散不顧團聚規則哭訴，被排擠是愛抱怨，這樣的性格放在需要高度協作的團體裡，不被排斥才怪。
而朱孝天與其他三位成運的發展鴻溝，更是將這份格格不入推向了極致。25年的時間裏，F4 的四人早已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。言承旭靠着道明寺的濾鏡，依舊活剔在偶像劇市場，收割着一波又一波的情懷粉。周渝民早早轉型實力派演運，憑借精湛的演技拿下金鐘獎，成功撕掉偶像標籤。吳建豪深耕音樂領域，開創了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，在樂壇站穩了腳跟。唯獨朱孝天演藝事業高開低走，早就淪落到查無此人的境地。近年來，他更是徹底轉型，一頭扎進了直播帶貨的浪潮裏，成了坐擁數百萬粉絲的帶貨主播。帶貨主播需要的是和粉絲掏心掏肺的真實互動，要的是敢說敢怒的接地氣；而傳統的商業合體需要的是嚴格保密、整齊劃一的紀律性。這兩種完全衝突的生存邏輯撞在一起，朱孝天的出局幾乎是命中注定。就像有人拿着菜刀切牛排，不是都不好，只是從一開始就算錯了工具。朱孝天的直播私翁放在講究規則的合體項目裏，注定是雞同鴨講。當然，這場鬧劇的核心終究繞不開展和合約這兩個字。有業內人士爆料，言承旭、吳建豪、周渝民三人早已簽約同一家大陸經紀公司，手握合體項目的絕對話語權。三人船簽了均分權益的合同，利益牢牢綁在一起。而朱孝天始終堅持單打獨鬥，成立了個人工作室，在商業分成上與其他三人分歧巨大。俗話說，談錢傷感情，本就沒多少感情基礎的四人，在赤裸裸的利益分配面前，更是毫無情面可言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就算朱孝天沒有爆出洩密事件，他最終也只能以嘉賓的身份短暫亮相，根本不可能和其他三人享有同等的權益。或苦，正是這份不滿，成了他故意拆台的潛在原因。這場風波裏，各方的態度，更是將娛樂圈的人情冷暖展現得淋漓盡致。朱孝天看似委屈巴巴，實則打的是肉慘牌，試圖用粉絲的青春情懷綁架輿論，為自己爭取利益。可他萬萬沒想到，自己的舊言論和妻子的神助攻，反倒成了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。主辦方相信音樂則是冷處理的高手，不正面回應，就是不給朱孝天任何炒作的機會。而用阿信保衛的操作，更是一舉兩得，既提升了演唱會的專業規格，又巧妙轉移了粉絲的注意力，將輿論的焦點從朱孝天被踢轉移到情懷合體上。最具戲劇性的，當足五月天團聚的態度。洪惠珍的八字回應，堪趁朱心識發言，既幫合作方出了氣，又沒把自己拖進這場口水仗裏。阿信的側面回應，更是間接證實了團聚為合體付出的努力，暗示朱孝天的退出是不識好歹的必然結果。而最讓人看不懂的是言承旭、吳建豪、周渝民三人的沉默。從頭到尾，他們既不為朱孝天發聲，也不回應合體的相關事宜。這份沉默比任何激烈的言論都更傷人。有人說他們是顧及商業合約，不敢輕易發言；也有人說他們早就和朱孝天恩斷義絕，默認了這個結果。無論哪種可能，都讓當年那句我們是 F4 的口號徹底淪為了笑談。這場風波也讓粉絲群體徹底分裂成了三大陣營，上演了一出三國大戰。朱孝天的死忠粉堅決讚偶像，怒斥資本冷血磨情，認為他是規則的犧牲品。其他三位成運的粉絲則覺得朱孝天自作自受，早就看不慣他拆台的行為，直言少了他，合體更和諧。而中立粉則滿是失望，感慨青春的濾鏡碎了一地，從此再也沒有完整的 F4 了。網上的爭論炒得沸沸揚揚，有人曬出當年的 F4 海報懷念青春，有人爬出各種舊料互相攻擊。這場鬧劇早就超出了成運去留的範疇，徹底變成了一場青春情懷與商業現實的終極對決。其實仔細想想，F4 的合體困境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悲劇列局。25年前，他們因為一部《流星花園》意外走紅，成為火遍亞洲的頂級偶像天團。可鮮少有人知道，四人從一開始就分足不同的經紀公司，
沒有共同的合約約束。所謂的團魂不過是粉絲們一廂情願臆想出來的美好泡沫。紅極一時的時候，各方船能為了利益擁持表面的和諧，可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四人的發展差距越來越大，利益訴求也漸行漸遠。泡沫的破裂只是自早的事。這一次的朱孝天被踢事件，不過是把長期積累的矛盾徹底擺到了陽光下，撕破了最後一層體面。而這場風波最殘酷的地方，在於它徹底戳破了青春情懷的虛假面紗。主辦方用 Forever 命名演唱會，欲的是完整青春回憶的噱頭，可實際操作中卻用替換成魂的方式製造殘缺。用阿信保衛的操作，本質上就是把青春符號變成了可以隨意調整的商業產品。粉絲們瘋狂倉票，購買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情感寄託，可資本交付的卻是經過精密計算的商業商品。當商品需要調整配方時，情懷只能乖乖讓位於商業邏輯。朱孝天期待的四人一心的真正重聚，在複雜的利益網絡面前，從來都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奢望。朱孝天的悲劇在於他始終未搞明白自己的定位。他既想消費F4的青春情懷撈取好處，又不願遵守情懷背後的商業規則。既想在直播裏擁持真實敢說的人設，又想在合體項目裏享受頂級流量資源。如和熊掌向來不可兼得，他偏要強行兩全，最後只能落得個兩頭空的下場。他為合體瘦30斤的努力確實讓人唏噓，可這份努力的背後，到底是出於對青春的敬畏，還是對利益的貪婪，恐怕只有他自己心裏清楚。而言承旭、吳建豪、周渝民三人的沉默，或苦也是一種無奈的現實選擇。在娛樂圈這個名利場裏，個人情感永遠要讓位於商業利益。他們選擇配合主辦方的安排，擁持合體項目的順利推進，或苦不是因為討厭朱孝天，而是不敢違抗資本的意志。畢竟對於他們來說，F4的合體依舊是重要的流量來源，不能因為朱孝天一個人毀掉整個項目。這種明哲保身的態度，雖然讓人失望，卻是成年人世界裏最現實的生存法則。這場跨越25年的合體羅生門，早就沒有了絕對的對與錯，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算計和人性掙扎。朱孝天的格格不入，既是性格使然，也是發展路徑不同的必然結果。主辦方的切割行為，既是商業邏輯的理性選擇，也暴露了資本的冷血無情。其他三位成魂的沉默，既是無奈的妥協，也是對現實的清醒認知。而受傷最深的，永遠是那些抱着青春回憶的粉絲。他們以為的完美售後，最後卻變成了青春毀滅現場。其實不止 F4，整個娛樂圈的經典團體合體，幾乎都逃不過情懷變商業的魔咒。小虎隊的合體是春晚的流量密碼，表情符號困惑眨眼 AG 的同台是品牌活動的吸金利器。Beyond 的重組永遠缺了黃家駒的身影。每一次合體都充滿了商業算計，從來都不是粉絲期待的單純重聚。畢竟在資本的眼中，青春符號就是最寶貴的財富。只要船有利用價值，就會被反浮消費，直到粉絲的情懷被徹底耗盡。朱孝天在視頻結尾說，期待未來四人能真正為觀眾帶來一場青春的售後服務。可在這個商業至上的時代裏，這個願望或苦衷一開始就是個遙不可及的夢。因為在商業世界裏，售後條款的最終解釋權永遠不在青春手裏，而在資本手裏。當 F4 的名字被用來製造商業價值時，他們就再也不是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大男孩，而是被資本操控的商品零件。一旦某個零件不匹配，就會被毫不猶豫地替換掉。這場比8點檔船狗血的合體羅生門，到底誰是最後的贏家？是賺得盆滿缽滿的資本，是順利推進項目的F3，船是靠肉慘博眼球的朱孝天，或苦，沒有人是贏家。畢竟青春的回憶被毀了，粉絲的情懷被騙了，所謂的團魂也徹底碎了。而那個關於完整F4能否重聚的問題，或苦，早已沒有了答案。